最近几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出国对大家来讲已经无再亲像以前遐尼方便。同时嘛，因为儿童节搁要来到，台南市教育局特别鼓励各学校发挥创意，办理儿童节校园创意的活动真惊。30号的上午，台南市长会体也阁有教育局长郑兴辉，也阁有真侪位议员做伙来到得到全市特优的北区大江国小，化成为坐飞轮机的新客，体验未出国。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大港机场体验出国乐趣。事实上，市长也很久没有出国了。但是我想，在防疫的情形下，我们还是要先保住健康比较重要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保住健康之后，我们正常生活就没烦恼。大家想想看，今天昨天呢这几天来全国疫情爆发，从83例到34例到33例，今天不知道几例，但是我们台南市都还是0，都还是加0。所以呢，市长要特别谢谢各位老师、各位家长、校长的领导，还有各位同学，大家都做好防疫。不过，感谢是真的，担心也是会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清明假期连假又要到了，所以清明假期的时候，南来北往的人很多。在清明假期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小心，因为有很多从其他地方来的人。现在全台湾有至少17条感染链是感染源不明的，所以呢，在假期的时候，我们跟家人跟北部回来的朋友啦、亲人或是从南来北往其他地方来的，一起聚餐或一起出游，都要很小心，做好防疫工作。每一档的4月份拢会办理儿童节的相关活动。这摆大江国小以国际教育作为学校课程的规划重点，透过儿童节的活动，让学生会当培养国际观。这摆透过大江国际机场作为主题，让学生用全英文的方式，带领市长也有局长做伙活动，体验未出国的趣味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